台铁嘛来发生着伤亡的事故，台东的海段火车头，早起的8点半，一台火车工程车弄着3个当咧做工的工人，2个人当场就无呼吸心跳，紧急送病院，也是救无倒来，亡身了。另外一个38岁男子意识清楚，这警方到现场勘查，要来了解事故的原因。2米7。 这个是第一个召集点哦。警方徛伫铁基路提出上细兰牛，这是台东海段火车站。23号透早8点外传出严重的公安意外，当时一台火车工程车伫驶的过程弄着3位伫铁基路进行工程的工人，2位受到重伤，送病院进前就已经无喘气。已经急救半个小时了，都没有醒过来。 因为送过来的时候已经停止呼吸了。家属赶到现场，面对这么汹汹的消息，敢会使双手合十来祈祷，而且阁着急到哭出来。不幸的是，2位48岁和55岁男性工人送病院了后，也是无救活。那另外有一名伤者，目前是有一些颜面骨折，然后经我们处置之后，现在有转到台东马偕医院做治疗。 只是目前警方到现场调查造成意外的火车工程车机车头无弄到分只，即马搁来调查事故发生真正原因。台铁接到通报了，嘛成立一级应变小组，也是运安会和南区路检所做伙介入调查。事故嘛造成伫上到关山之间的列车至少封车2点半钟，不过目前嘛已经开放通车。